说你说白话一点是不是？对，你说可以说白话一点。我想说不一定这样子会不会太冗长？不是，我说你就大概多3个字就好，多10个字，对，不一定想说很2个，因为有的是专有名词是现在华语的专有名词。对，我知道。那你要印，很多人就是直接印读也是啊，但是印读也怪怪。所以我就尽量想要念成正确的台语。我想要这样透过祷告，准备祷告书来学习，不然以后总不能，当然也不一定啊。以后如果真的当长老，我总不能念了一套很奇怪的台语。我想是这样子啊。我既然以后会有这种问题，我以后先学习。然后之后那个志门牧师的那个教那个白话字，要学白话字。有啊，我都写拼音呢，我都尽量写拼音呢。年轻人学白话字对啊。白话字不太行了，你要问反正有。对啊，像这个我就想办法，因为这个还人名真的要慢慢学。我现在想要把教会消息全部用台语念这样。可是因为我们写的时候会用国语，我知道。我们这个是用中文，除了是像这个就是偶兄弟，我这是用台语写。这我 OK 啊。对，就台语人就比较好。这个就变成你要对啊。你不能直接翻，你可能就是翻我就尽量啦。不是，就是尽量，可能这一句话用哪一种话来讲，你要先看过。有，我都看过啦，所以我就写。产物。对。对，然后每次写都忘记，像响应环保。如果你不是啦，其实有时候关心产物。这没人讲关心产物，但是为着环保。但是响应啊。对。响应是。你只能用另外一种台语，你就用拉丁。反会，你看他们会常常读，那有时候不一定。对，但是他们看过去，他们就是很快就可以翻了，我们不一定可以。像我现在是读台语稿，我是台语稿。就是我看台语稿读华语。对啊。这样欧美。但只是美国牧师不行，正文牧师他就是华语稿就翻了。他写2个稿。像我们和会手册这个和会啊，就直接翻嘛。如果台语。对。和会修饰。这和是和会，真的。我想要念合在一起，合会还是合会？这是变音。我知道啊。有时候就是习惯，看人家怎么念，我就跟着。对啊，可是要有个范本啊。我有时候听一听忘记了。祷告词还有几个范本给你。有啊，我准备很多范本。神学院有出。神学院。那个老师有出。有啦，那是阿环九跟我说，他们以前都有一本，专门在教我们怎么祷告词。My God， 还是。上帝愿让你甘心乐意的行。有啊。有。水卦。那你看，华语金牛犊事件啊。金牛犊他们不是用一只牛。对啊，用那个金饰银饰造的。台语没有金牛犊这3个字。你说台语？金牛什么睡觉什么东西，他也是用阐述一下。对。那我不能讲金牛犊，台语会这样讲。对，因为华语讲金牛犊，人家也不一定知道那是什么，就是要看过圣经的。像这个啊，罪过。罪过。对啊，是寡，然后这个，像你拐。对，它是拐，不是我们念的管。对，它那个变音啊，然后那个，对，台语其实很美很好的也是这个。对，然后这个也是，当你开塞有，拉是，对，拉不是哇。我们我不知道是台语，我们小时候爸妈念的不太标准，还是这边才是标准？都标准。都标准。其实这个是我们教会用，就是厦门的音。那个是一般我们南部地方的。这个也是啊。
叫咱的罪过宽待咱，因为天离开地遐尼悬，当你开屎有偌远，老爸怎呢？兄弟姊妹平安，日月那梭，吼，日月那梭听有吼，是讲时间过得足紧的。旧历的年，安尼咱今日是旧历年的最后一个主日。咱一年的脚步，互主的引带，咱也有愿着圣小主的恩典，通感恩，然后咱通尽心尽力伫上帝所交代的工。咱来看圣诗58首。天下万国众人着听，咱来吟第一节、第四节，请。天下万国众人着听，大家真正归主面行，地上万类同心合散。上帝独一应该敬拜，全地服侍，真心敬奉，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。第四节，主的公义永远袂毁，将人干净，这是智慧。历代圣徒传播人知。主的功劳极为伟大，全地服侍，真心敬奉，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。咱过来看299首，咱就出欢喜的声。又吟第一节、第四节。第一节，咱就出欢喜的声，感谢了主的名，我可已经受到来，无惊风台大损害，主上帝替咱安排，所有好物入出来。入圣殿来敬拜，我上帝大人来。第四节，愿主耶稣亲自来，最后修行入出来，提入你的正家日，好因对头帮欢喜。求你使因高前去，好因甲你扬起起。求你大天君进来，带我入阳光所在。请咱闭眼心来礼拜。
恁着耶和华唱新的歌，全地着拢耶和华唱歌。当耶和华唱歌，祝谢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。伫地邦中讲起伊的荣光，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奇妙的所做。咱即摆三甲来吟信诗58首，信诗58首。天下万国众人着听，请会众起立。咱犹原徛立，讲读新的诫命。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写啥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。亲像我捌听恁，恁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就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启应文第22篇，启应文第22篇，我来刻，大家来应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乐耶和华。囝若伫我内面的，也着学乐伊的圣名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乐耶和华。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。伊赦免你拢总的罪。伊好你拢总的病。伊救赎你的性命，脱离死亡。用真爱甲慈悲做你的免流。用好面祝你的心愿，互你福到到少年，亲像鹰者。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，也无照咱的罪恶报应咱。因为天离开地有偌悬，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遐尼大。当离开西有偌远，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也是遐远。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日？耶和华怜悯敬畏伊的人也是安尼。因为知咱的体质，少年咱是土粉，论到人伊的日子亲像草。
伊的兴旺亲像山里的花，经过风一个吹就无去。伊的原位无过人知。总是耶和华的慈爱，归伫敬畏伊的人，对永远到永远。伊的公义也归伫子子孙孙，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。纪念伊的教示来尊坛的人。耶和华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，伊的国权管辖万项有。恁遮有大权能的天使啊，听伊的声，听伊的命令的，拢着摇俄罗耶和华。恁遮个做伊的车婿，行伊所欢喜的，拢着学乐耶和华。恁一切受伊创造的，伫伊所管理的逐位，拢着学乐耶和华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乐耶和华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是阮生命中的大牧者，你带领阮来行人生的路。感谢你用慈爱的声呼叫阮，伫阮迷路的时，带阮行倒转。你伫意世间上每一个人，亲像耶稣走找迷失的羊群，互阮伫混乱中通找到方向。因为你差遣基督到这个世间中，拯救阮，互阮的生命充满你的恩典。求你赏赐阮有一个感恩的心，愿意亲近你、体贴你的心意，常常夸口基督是个的救赎。我要继续跟随你的脚步，无摇绝。求你继续引带阮头前的路。阮的祈祷、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学老圣歌队所要学老的诗歌是：上帝要甲你同在。
今日的圣经是记载自出埃及记33章第12节到第16节。出埃及记第33章第12节到第16节。伫周报后面嘛有今日的经文，我来读，大家来看。摩西对耶和华讲：看，你对我讲，就这个百姓带就去。总是无互阮知你要找自罪到我三角去。只有讲我用名警告你，你伫我的面前也得到恩典。我胆若伫你面前得到恩典，求你将我的路指示我，互我捌你，通伫你的面前得到恩典。你着少年即族是你的百姓。耶和华讲：我要亲心甲你去，互你平安。摩西对伊讲：你若无亲心甲我去，就毋通带阮对遮就去。对安怎会知我甲你的百姓伫你的面前得到恩典？敢毋是你对阮三角去，互阮知你的百姓伫地上万百姓有分别吗？圣经读到遮，讲道。咱请恁节牧师讲道的题目是：上帝同在，互人安心。欢迎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特别，阮的上帝，我用欢喜的心来到圣殿敬拜阿罗你。愿你信心的大开力，有安慰，有愿望，放入阮的心内，也帮助阮。透过你的话，当心阁有开力来跑走未来的路。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伫顶礼拜牧师讲道有讲，以色列百姓经历上帝拯救出埃及，上帝甲因立约。对迄时开始，以色列百姓诚做上帝的子民，上帝诚做以色列百姓的上帝。过程咱看到恩典的主，开始一路去操练以色列百姓。首先，互以色列百姓深受感动，甘心乐意，献上礼物，参与去做圣殿这荣耀的代志。以色列百姓嘛欢喜来回应，迄个画面，互咱真正是非常的感动。毋过，咱出来其实读落了后。无偌久的时间，竟然发生拜金牛的代志。出来记32章第1节安尼讲：以色列看摩西一直无落山，就挖去亚伦遐，甲伊讲：当你就在阮起一个新名，互迄个新名在阮带路，因为迄个带阮出埃及的摩西，毋知拄着什么代志。经文讲，以色列百姓伫山下，山骹看无到摩西时，紧张起来。迄个摩西呢？人呢？迄个带咱出埃及的摩西，竟然无去啊！这个百姓即时咯，好亲像小朋友共款啊！咱带小朋友去百货公司嘛是共款。小朋友看爸爸妈妈无伫身边的时候，开始啦，毋知如何是好。失去理智啊，开始哭。以色列百姓共款，看无到摩西的时候，开始紧张起啊。叫亚伦，才因做一个新名，从这个新名代替摩西，才因带路。拜金牛的这个事件，代表以色列的百姓对上帝的认识还是有限。互咱看到一个现象，咱人的心是非常的软弱，但是佫骄傲。以色列百姓因有家己的拍算，因想要找一个人来带路，但是佫无想要受这个人控制的，所以因上目睭看了摩西的身上，因为摩西看起来真好欺负，你无感觉？摩西真好欺负。所以，咱看到以色列百姓因出埃及了，枵啊吵，
霸唱。伊明明拢有看到上帝透过摩西行10个灾害，带因过红海，等等的信仰，但是因还是做出这款的反应。伫咱信仰的路程中间，咱嘛发生类似安尼代志。有时咱来教会，咱要敬拜，咱的焦点，咱看重的，毋是上帝。可能像摩西同款的人事物，可能是伫牧师的顶面，可能是某某长老的顶面，还是某某兄弟姊妹的身上。甚至是因为这个教会有某一款的资源，伊来教会。因为某某长老兄弟时常关心我，才邀请我就加减来教会。把教会当作俱乐部、交朋友的所在。因为父母的邀请，伊要求我来教会。当咱的重点、我们的焦点放在不对的地方。咱会常常因为人的因素，咱会无欢喜，甚至人的因素，咱会离开教会。当军队唔对的人，最后就会行唔对的路去。袂记咱来教会，上帝才是咱军队的对象。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13章12到30，咱做伙来读，伫咱的手部后壁面。咱兄弟姊妹做伙伫礼拜堂读上帝话是真水真水的一个画面，咱来请摩西对耶和华讲：看，你对我讲，将这个百姓带上去，总是无互我知你要找是谁教我三角去，只有讲我用名敬掉你，你伫我的面前也得到恩典，我当。若伫你的面前得到恩典，求你将你的路指示我，互我捌你，通伫你的面前得到恩典。你着少年这族是你的百姓。这个金鱼的事件，真正互上帝非常的生气。人的心哪会变遮紧？袂记上帝带因出埃及的温情。不过，上帝犹原怜悯这个以色列的百姓，就亲像如今上帝同款无弃杀咱世间每一个人，才派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一直要互人有反悔的机会啊！人虽然常常失信，但是上帝犹原遵守伊甲以色列百姓因的祖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定。要带因进入应允的所在。当上帝对摩西讲：“我要差派使者，让以色列人带路。”恁注意听这句话哦，换人带路。本正是上帝要带路，即摆上帝我会叫使者带路。对摩西来讲，上帝无要带因带路，代表呢，上帝无要甲因同在。看来，上帝真正对以色列百姓非常的失望。只是摩西了解，无上帝的同在，以色列百姓一定行死亡的迄条路。因为摩西真清楚，对出埃及、过红海、旷野、焚烧、火烧、想事遮的物件，一切拢是上帝的作为甲怜悯啊！以色列百姓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什么拢无做。上帝伫头前帮因带路，上帝伫头前为因征战。摩西比这个百姓较了解较清楚，无上帝甲因同在，摩西本身无算什么。摩西要过红海，咱知影，摩西是上帝拢咧手压起。咱嘛会晓，咱大家拢嘛会晓，手压起。摩西知影，伊本身无算啥物，伊是上帝叫伊手压起，伊就压起，红海就分开啊。伊知影，毋是伊的亏力。
这嘛提醒咱，而咱即摆无上帝同在的性命，咱就是外在有较侪的荣华富贵、名声地位，其实拢无效，因为早晚会行向死亡迄条路。咱看到摩西一方面气这个以色列百姓的无知，一方面伊佫非常的着急，伊要来处理以色列百姓伊的信用危机。上帝无要甲伊同在，当上帝无要甲以色列百姓同在的时阵，这个民族无存在的意义啊！咱的教会也是无上帝伫内底，无基督伫咱教会内底。教会嘛无存在意义，它不过就是一个建筑物啊，建筑物啊。摩西一摆，搁一遍为了以色列百姓来向上帝来恳求。12节到13节，咱看到这2节的经文，摩西无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，甲上帝的关系来变歹，反倒摩西愈来愈清楚。坚定了解上帝的心意。摩西对上帝的明白，毋是一个就一步就到底哦。伊伫埃及40年，伫旷野40年，然后80岁带因出埃及。摩西嘛是一步一步来明白上帝。如今的摩西，咱用白话一点说，摩西摸着了上帝的心啊。咱顶礼拜你讲，上帝爱咱献迄个心互伊。即阵摩西摸着上帝的心，对摩西甲上帝对话的，咱来了解，因的关系非常的亲密，互相明白对方，摩西佫一遍互上帝了解，伊无袂记上帝当初呼召伊的使命。12节讲，将这个百姓带上去，这是伊上大的使命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在座兄弟姊妹，咱还有偌侪人会记得，起初受竞选成做基督徒、奉献主迄个心呢？上帝对咱的呼召甲使命的指明，咱无管拄着什么艰难困苦，咱依然有尽忠服侍吗？意思啊，讲较简单。摩西将上帝的话当一回事，看重伊较上帝的约定啊。第二，咱搁来看经文讲，我用名敬调你，我用名敬调你是恩典啊，是上帝互摩西恩典。摩西了解上帝竞选伊，毋是伊有偌侪困难。摩西讲伊左口笨舌，但是上帝对伊的了解超过摩西了解家己。伊较有法度带以色列百姓过红海，出埃及，较有法度接遮大的任务，这是上帝的予伊的恩典，毋是伊的困难。第三，咱看第三节讲，摩西讲：你着少年这族是你的百姓。你着少年这族是你的百姓。摩西行较遮侪生涯，咱真来讲，现在咱有真侪，咱讲大的牧者，医治特会，行较遮侪生涯的时阵，伊的官兵、伊的地位，是毋是愈来愈悬？但是咱看到这，摩西他没有得到大头阵哦，他这个领袖他没有得到大头阵哦。伊以为这个谦卑讲，上帝这个百姓是你的，不是我摩西的。当咱逐摆咧讲啊，对一个教会是某某对一个牧师的教会，咱来说呢，教会不是某对一个牧师的。毋是某对一个有名的长老的，教会是上帝的。摩西就是这个谦卑，伊较有法度摸着上帝的心啊。互上帝当作伊是哪朋友共款，朋友是哪
面对面的朋友。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经文14节，14节是上帝回应摩西伊的恳求啊。咱做伙来读吼，来，请。耶和华讲。14安尼就好。我要甲你去，互你平安。上帝同在的平安有得胜的意义啊！上帝的同在的平安有丰盛祝福的意思。有法度摸着上帝的心，是因为摩西凡事照上帝的意思，毋是照家己的意思。今仔日安尼，即时上帝遮简单的一句话，上帝会保证我要甲你去，互上帝摩西的心啊安起来。因为摩西大道甲上帝无限的怜悯甲慈爱，以色列百姓真心甲上帝恢复立约的关系。如果无上帝同在，以色列人这个百姓，那才叫做上帝的军队。顶礼拜牧师有讲，上帝亲做这以色列人叫做上帝的军队，就好像咱电影常常咧讲空军一号，总统坐的飞机叫做空军一号，咱台湾嘛有空军一号哦。但是正确来讲，只有总统坐伫顶面，迄只飞机才叫做总统一号啦，空军一号，因为主体是总统，毋是飞机。毋是迄个叫空军一号的飞机，安尼每一个人坐去拢是叫空军一号，毋是。所以上帝同在，主体是上帝。各位兄弟，有上帝同在，迄个人的性命就得到哪医治甲赦免的温数的改变。有上帝同在，咱就会得到医治甲赦免的改变。当咱甲上帝同在时，代表哪？咱对这个世界分出来。我们常常咱特别讲分别为圣，就是讲上帝当咱有上帝同在，咱就对这个世界啊分出来，从这个世界离开，献互上帝。对这个开始，代表咱有的一切荣耀，拢无属于家己。咱的荣耀属于上帝。简单讲，做基督徒第一步就是爱放杀家己，但是毋是跟他放杀荣耀尔共款，你嘛要放杀啊！过去在咧捆绑，过去互人感觉你讲你无完美的迄物件，你爱放杀。旧事已过嘛，是这个意思。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较早人有一个话，就在你伤害迄个话，嘛是爱放杀。咱爱将咱家己的主权交予上帝。有上帝同在，人伊会顺从上帝的话，顺从上帝旨意，伊会摒空家己的私欲，听从上帝的信心来引带。安尼表面看起来，咱是毋是牺牲真多？还是姊妹，咱会感觉牺牲真多？爱放杀家己。无管好诶歹，拢爱放杀，甚至爱受到侪诶规定较限制。但是咱咧知影，其实是自由讨办。因为当咱属上帝时，代表咱无阁属伫咱有限诶咱即个人。因为咱即个人常常受咱的欲望，常常受我们的欲望去控制。受咱的计划拍算，咱即摆可能咧计划要什么代志，什么代计划拍算什么代志，这个物件来控制。但是当咱离开咱这个身躯，咱属上帝的时阵，上帝是无限的上帝，代表咱爱参与甲上帝同款，变成无限的无限的一个人。当有上帝同在，性命会提醒咱，无要家己选择家己爱行的路。我毋知影兄弟在座兄弟姊妹，
应该有经历到咱伫咱人生的过程中间，常常经唔着路。牧师回想嘛，常常经唔着路。所以咱需要接受信仰的操练了后，咱会渐渐习惯行上帝安排的路。毋是来教会，毋是做这做基督徒受洗了后，咱就真容易行上帝安排咱的路。因为咱人拢上帝互咱有自由意识，让我们有自由意识，咱拢想要行家己行的路。但是咱要慢慢的训练，咱慢慢渐渐行上帝安排的路。牧师啊，讲上帝是迄驾驶，上帝是正驾驶，咱可能是副座，还是坐伫后壁面。上帝咧赛车的时阵，咱就经着上帝伫头前为咱真前，引带咱行往真正平安丰盛迄条路。伫即个新年头吼，旧年尾，新年头旧年尾，即阵牧师拢会吼来咱建新6年，我拢会想即几年会经过。2017年8月1号，2位牧师带我来到建新教会。来建新进前，我毋捌听过建新教会，只有听过建新区。吼，咱若住咧台北较早吼，咱的区还未改变成叫建新区。志梅牧师比以前牧师较早受呼召读神学院2年，毕业受派伫深坑教会牧会，顺服主的旨意带领。迄当时还毋是我，是志梅牧师呼召路程中间非常重要的一项。顺服就是放下家己主权的选择。所以志梅牧师常常做的决定，虽然我以前迄阵有淡薄仔2个意见但是我还是我爱承认。伊常常做一寡决定，会使摸着上帝的心。迄阵的一节传道，较侪还阁是用人的想法。所以因为伊安尼，伊常常互上帝看做好。来建新教会决定嘛是其中的一项。当初建新教会甲阮咧接触的时阵，的过程中间嘛，出现一间真大间的教会，邀请志梅牧师去做副牧，照咱的选择，迄是上紧、上好、上稳定的计划甲拍算。但是志梅牧师愿意顺谈主的旨意，来到完全陌生的建新教会对头开始。等来到建新教会如何带领，拄啊经过丰丰富富的教会，继续往前来跑走，是非常大的挑战。这名牧师感动，阮拄啊来，阮就是透早送阮的挚爱去读日新国小，然后阮2个人就跪伫遮做伙祈祷一段时间。上帝是咧呼召阮来建新教会，阮也顺谈。阮毋捌袂记得你呼召阮的使命，无由主的教会教导你的羊群。祈祷中间，上帝渐渐互阮明白，上帝对咱建新教会的心意，就是互咱的意向。心传尽信道，万民该过世。这是有上帝同在的意向，上帝爱咱建新教会行的路，上帝会载咱出路。伫到这6年来，咱建新教会经历信仰里面有真多的改变。牧师听真侪兄弟姊妹甲我分享，咱也渐渐起造一个彼此相听的教会。互所有的兄弟姊妹会使来遮安心徛起，安心受起造，安心用仰望头前的路继续来努力。牧师会伫遮讲这样代志，是要互大家了解，
起造人的教会，甲起造伫上帝的教会，会无共款是天甲地的差。如果人以前，阮是用社会迄套来治理教会，人情世故来带领建成教会。拄则无事讲哦，你深刻的时阵，迄阵的我，也无遐顺服上帝的旨意，我还阁有真侪人会拍死。因为无属于社会20年的时间，真久，我嘛真捌社会的迄套。如果也用迄套来起造咱的建成教会，结果一定非常的凄惨。想我拢毋敢去想。最后，咱来看今仔日的2节经文，出来记13章15节到16节。来，翻着咱做伙来读来，请。面前得到恩典，敢毋是对你甲阮三角去，互我甲你的百姓伫地上万百姓有分别吗？各位兄弟，新的一年要开始啊！主耶稣才是咱基督徒军队的对象，毋是牧师，嘛毋是长老。甚至毋是咱社会看一寡成功的名人，无需用一个新春要到啊，大部分的人拢会开车出去耍。开车的时阵，咱拢有安尼经验，一条咱从来毋捌开过的路，因为咱每一个人要行的路，因拢是毋捌经过。咱人即摆有人有行过伊较早行过的路无？无。2024年2月3号已经过去啊，无法度搁对头来。我即摆行，咱即摆行，咱今日行的拢是一条新的路。咱每一个人每一天拢行一条新的路。虽然有卫星导航，但是开起来嘛是紧张。尤其是迄高架桥的时阵，一摆有3个出口的时阵，3个出口的时阵吼，亲像即摆目睭的视力够好嘛，较无遐够，会真紧张。到底是要往右往左？因为迄导航啊，慢慢去解清楚。一不小心，咱有这经验，下错交流道。各位兄弟，咱的未来拢是一条新的路，迄条路嘛是毋茫的路。咱的性命无法度对头来，所以牧师将这个导航比喻啦，导航比喻世界的价值观啦，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。咱用目睭看，常常看唔到是咱内心的无望。咱若外靠导航，外靠咱目睭去看，常常互咱行唔到路，常常互咱行唔到路。而这个旧年要来，嗰5天就要过年啊！这个过年的这个节期，牧师求上帝甲咱同在，互咱活出耶稣的模样，互咱无论未来是风台天，风台天就是哪，身躯病痛，艰难困苦。这一定是有的，就是互你未来日子，你也有拄着出大力的时阵，事业、生活、家庭真美满。无管有出风台天，还是出日头，咱拢有上帝甲咱同在，互咱的内心有真正的平安甲喜乐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阿罗你。人生虽然有风雨，
人生难免有崎岖的路，但是有你同在的性命，我犹原是要开花搁结果子。求主帮助阮，无管是甚物惊险的下面，阮时时刻刻，阮要出声学罗主你的名。求主带阮入阳光迄个所在，迄个阳光的所在，就是有主耶稣你同在的所在。阮的同心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回应是信息299首，信息299首，请会众起立。请坐。奉献，咱请书献的同工。
请起立，唱奉献诗。请坐。讲道，咱请掀开周报来呀。讲道事项教会意向，新传正信徒万民该祭司，咱读经祈祷，为心服侍，彼此相听。第一点，愿主保守阮的心赢过，保守一切，互阮旨意跟随上帝脚步，行伫上帝所应允的所在。第二点，我为着肢体咧调养的，陈金子、陈王兰、洪甘之、陈德明、刘秋敏、庄宝玉、陈丽水、胡艺梅、杜昭、陈秀龙、赖胜雄、陈义立、林以诺、洪英哲、刘淑珍、李彩颖、黄世敏，以及在复健当中的刘慧忠、李碧莲、史凯华、张宏龙、邱千惠，以及有在肿瘤治疗的黄静茹、李雅娜，以及陈怡君、郭仁吉，以及林文成、嘉靖。第三点，愿主赐阮保守大家生存期间出入平安，合格团圆，龙神益人，喜乐满意。第四点，为着乌俄战争、以巴战争、红海危机所造成的人道救援以及经贸问题，以及为了日本石川以及新疆地震的重建，我们一起来同心开口祷告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对阮人的恩惠甲慈爱，互阮伫生活中拢无欠半项，伫患难中拢有你的同在甲帮助。阮要继续依靠你面对阮头前的挑战，恳求你赏赐阮有新的心灵，互阮改变换心来迎接新的一年。愿你应阮的话充满伫阮的生命中，互阮明白你对阮的旨意，使阮有勇气一世人跟随你。
最后，我嘛要用主祷文来开声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袂得带阮入敌去，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报告：教会消息第1点，还未将2023年的施工报告甲2024年的施工计划甲预算交予干事的团契单位，请伫本主日提交。第2点，新春期间的聚会公告。第1点，2月10号礼拜六，大年初一上午10点举行新春庆生礼拜，这是合同礼拜。第2点，2月11号礼拜上午9点半正常举行主日礼拜，这嘛是合同礼拜。第3点，2月8号到2月14号之间的团契聚会拢暂停。第3点，2月25号礼拜了后举行定期的学员好会，请伫本堂有在籍会员的预留时间，然后一起参与。然后为了响应环保。当天会在各群组上传电子档。那如果有需要纸本的，请在18号以前到1楼柜台登记。第4点，2023年12月的财务报表已经刊登伫公布栏，请大家来看。第5点，教会准备新春春联，予会友使用。原则上一家。领一张，请伫招待道所处。奉献名册，大家看，有问题的到干事更正。来，魔术补充一下吼，咱爱在咱这新的执事吼，伊真拍拼、真认真吼，你准备要这台语吼，咱拍拍鼓励一下哈。咱遮共款吼，咱伫新春要到，咱伫下骹咱有礼拜部有准备吼，还春联吼，互大家来使用吼。以上补充。上音信息515首，信息515首，请会众起立。心内最后的你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信心的帮助甲扶持，互咱做伙跟随主耶稣的脚步，跑走天路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线。阿门。请坐。未到必回。